2026年6月，劉鑾雄帶住16歲嘅次子劉子峰出現喺香港一間戲院，兩個人一齊睇咗套呼給阿嫲的情書。呢場睇落好普通嘅父子貫影，竟然喺香港娛樂圈同富豪圈炸開咗鍋。原因好簡單，劉子峰嘅阿媽係呂麗君，而呂麗君同劉鑾雄已經好多年唔來往，外界普遍認為呢對父子關係冷淡，甚至接近斷裂。而家劉鑾雄主動帶阿仔去睇呼，仲喺鏡頭前讓阿仔企喺自己隔籬，呢個動作本身就說明咗一切。劉子峰喺成個過程入面冇接受過任何訪問，佢只係安靜咁企喺劉鑾雄隔籬，面對傳媒嘅鏡頭。呢個16歲嘅後生仔顯得好唔自在，身體微微向後縮，眼神閃避，雙手唔知擺邊度。佢身材好高，目測超過1米8，但體型偏瘦，成個人睇落有啲單薄。劉鑾雄就狀態自如，面對鏡頭談笑風生，間中側頭望下阿仔，父子之間冇太多言語交流，但嗰種血緣上嘅連接感係收唔住嘅。呢次同康之後，呂麗君好快就做出咗回應。佢喺社交平台上發佈咗一組同劉子峰嘅合照，呢個唔係佢第一次發母子相，但今次佢將劉子峰嘅正面清晰咁展示咗出嚟。喺呢之前，呂麗君發嘅相要麼係背影，要麼係側面，要麼塊面被打咗馬賽克。今次佢直接將阿仔嘅正臉放出嚟，冇任何遮擋。呂麗君咁做唔係一時衝動，而係有明確嘅原因。劉子峰啱啱從杭州返嚟，佢喺杭州一間寄宿學校完成咗為期1年嘅學習，成績非常出色。呂麗君親自飛去杭州，出席咗阿仔嘅結業典禮。根據呂麗君同大女劉秀瑩喺社交平台上透露嘅信息，劉子峰喺呢1年入面唔止係讀書，佢仲當選咗學生會主席，而且每一科都攞到滿分。學校為此頒俾佢總監獎，呢個係該校學生可以攞到嘅最高榮譽之一。劉秀瑩喺社交平台上寫道：我哋呢1年變化好大，成個人成熟咗唔少。佢用咗驕傲呢個詞嚟形容自己嘅感受。呂麗君嘅配文更加直接，佢話自己為阿仔感到光榮。呂麗君揀喺呢個時間點公開劉子峰嘅正面相，仲有一個現實原因。劉鑾雄已經先一步將阿仔嘅全貌曝光喺公眾面前。睇呼嗰日，雖然劉子峰冇開口講嘢，但佢由頭到尾都企喺劉鑾雄隔籬，傳媒影到嘅相已經將佢塊面影得清清楚楚。既然全貌已經公開，呂麗君都冇必要再遮遮掩掩，乾脆直接發佈高清正面相，將主動權攞返喺自己手上。對比兩次曝光，狀態差別好明顯。同劉鑾雄喺一齊嗰陣，劉子峰係素顏冇修飾，面對鏡頭唔知點擺姿勢嘅真實狀態。而呂麗君發佈嘅相係精修過嘅，光線好，角度好。劉子峰着住校服，手攞住結業證書，企喺呂麗君隔籬，表情平靜，氣質乾淨。呂麗君挽住阿仔嘅手臂，兩個人睇落關係好近。劉子峰係劉鑾雄3個仔入面最神秘嘅一個。大仔劉鳴煒出生於1979年，阿媽係寶詠琴，後來劉鳴煒自己創業，行事低調，已經搬去英國生活，好少出現喺香港傳媒上。三仔劉子花出生於2016年，阿媽係甘比鎮海韻，今年先得10歲，仲係個細路。只有劉子峰2010年出生，阿媽係呂麗君。喺呢之前，外界對佢幾乎一無所知，冇相，冇學教信息，冇任何公開活動嘅記錄。佢就好似被刻意保護喺一個透明嘅罩入面，外界睇得見輪廓，睇唔清內容。今次呂麗君晒出嘅相入面，劉子峰住嘅校服上面有明顯嘅校徽。雖然呂麗君將學校名遮住咗，
但有人通過校服款式同校徽圖案好快就認出嚟。漢基國際學校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香港排名第一嘅國際學校之一。漢基國際學校喺香港富豪圈嘅地位非常特別。李嘉誠嘅孫、李兆基嘅後代、鄭裕彤嘅後人，大批香港頂級富豪家族嘅仔女都喺呢間學校讀書。呢間學校唔接受普通家庭嘅申請，即使你有錢，如果細路嘅學術能力唔夠，都入唔到。每年學費大約33萬港紙，另加3萬港紙嘅校內建設費，再加1萬到3萬唔等嘅年級費，總計每年至少40萬港紙。呢個仲未包括課外活動、夏令營、海外交流項目嘅費用。劉子峰參加嘅係漢基國際學校2013年推出嘅漢基杭州項目。呢個項目安排學生去杭州嘅校區進行為期1年嘅寄宿學習，目的係等學生體驗唔同嘅文化環境，同時提升獨立生活能力。劉子峰喺杭州待咗成1年，住喺學校宿舍，自己管理日常生活，同來自唔同國家嘅同學一齊上堂。1年落嚟，佢唔止攞咗滿分，仲當上咗學生會主席。呢筆費用當然係劉鑾雄出嘅。講到劉鑾雄為仔女使錢呢件事，就不得不提佢同呂麗君之間嘅安排。2014年，劉鑾雄同呂麗君正式分手。當時外界以為呂麗君會被掃地出門，始終佢同劉鑾雄冇結婚，喺法律上冇任何保障。但事實完全唔係咁。2016年，劉鑾雄公開發表聲明，明確表示呂麗君可以繼續住喺佢為仔女安排嘅大宅入面，佢同2個仔女嘅所有生活開支由佢承擔，包括住房、交通、教育、醫療。聲明入面仲特別提到，呂麗君可以使用豪車同私人飛機。呢份聲明嘅意思好清楚，呂麗君唔需要做嘢，唔需要賺錢。佢唯一嘅任務就係照顧好2個仔女。呢幾年，呂麗君確實係咁做。佢冇再入職場，冇嘗試任何商業項目，亦都冇同劉鑾雄有過任何公開嘅爭執。佢嘅社交平台上幾乎全部係2個仔女嘅內容，劉秀瑩嘅畢業相，劉子峰嘅學校活動，一家人嘅旅行相。佢嘅生活睇落好平靜，亦都好穩定。前幾年有傳言話呂麗君面臨破產風險，因為佢名下冇任何收入來源，所有開支都依賴劉鑾雄。如果劉鑾雄邊日唔再支付，佢嘅生活會即刻出問題。但呢個風險始終冇變成現實。劉鑾雄雖然同呂麗君唔再係情侶關係，但佢對2個仔女嘅經濟支持從來冇斷過。而家劉子峰鬆杭州返嚟啦，帶住滿分成績同學生會主席嘅頭銜，呂麗君覺得自己呢幾年嘅付出有咗回報。佢晒相唔止係炫耀，更加係一種宣告：我個仔好優秀，我將佢養得好好。講到劉鑾雄嘅仔女教育，就唔可以唔提甘比同佢啲仔女。甘比原名鄭海允，最初係娛樂記者，後來入咗劉鑾雄嘅公司做嘢。2016年同劉鑾雄結婚，2017年生咗女劉秀花，2018年再生咗仔劉子花。甘比同呂麗君行嘅係完全唔同嘅路線。呂麗君揀低調，盡量唔出現喺公眾視野入面，將所有精力放喺2個仔女身上。甘比就相反，佢積極融入劉鑾雄嘅社交圈，出席各種公開活動，同劉鑾雄一齊見朋友，參加慈善晚宴，出席商業場合。劉鑾雄晚年身體唔好，多次住院，甘比全程陪伴喺側，處理所有對外事務。2022年，劉鑾雄將名下大量資產轉到甘比名下，包括多處物業同公司股份，總值超過數百億港紙。喺仔女教育上，甘比嘅做法同呂麗君都唔一樣。甘比嘅大女劉秀花今年9歲，從小就出現喺各種公開場合。劉鑾雄帶佢去睇賽馬，
去商場購物，出席家族聚會，佢面對鏡頭從來唔怕，表情自然，講嘢都好大方。甘比對劉秀花嘅培養方向好明確，等佢從小就適應公開環境，建立社交能力。甘比嘅仔劉子花今年10歲，同樣成日出現喺傳媒上。同劉子峰嘅低調唔同，劉子花塊面喺香港幾乎人盡皆知。佢跟住劉鑾雄出席活動，企喺老豆隔籬，雖然年紀細，但已經好慣面對鏡頭。甘比對劉子花嘅教育投入都好大。據報道，劉子花就讀嘅學校同樣係頂級國際學校，課外仲安排咗馬術、鋼琴、游泳等多項訓練。有意思嘅係，甘比同呂麗君雖然曾經係情敵，但兩個人從來冇喺公開場合互相攻擊過。呂麗君喺社交平台上發嘅內容幾乎全部係仔女，從來唔提劉鑾雄同甘比。甘比都一樣，佢嘅社交平台上主要係家庭生活同慈善活動，從來唔回應關於呂麗君嘅任何話題。兩個人各自管好自己嘅仔女，各自過自己嘅生活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劉鑾雄嘅3個仔而家行緊3條完全唔同嘅路。劉鳴煒係大仔，但佢同劉鑾雄嘅關係一直比較疏遠。劉鳴煒嘅阿媽寶詠琴喺2003年因病去世，嗰年劉鳴煒24歲。寶詠琴生前同劉鑾雄嘅關係就好緊張，離婚之後兩個人幾乎冇來往。劉鳴煒長大之後揀自己創業，做環保產業，後來又涉足政治，2021年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。佢而家住喺英國，好少返香港，同劉鑾雄嘅聯繫都唔多。劉鑾雄帶劉子峰睇夫呢件事，劉鳴煒冇任何公開回應。劉子峰係二仔，由呂麗君獨自撫養。佢性格內向，唔中意面對鏡頭，但學業成績極之突出，全科滿分，學生會主席、總監長，呢啲成績擺喺任何一個家庭都值得大書特書。呂麗君將呢啲成果一一展示出嚟，唔係為咗同甘比比，而係為咗證明自己呢幾年冇白辛苦。劉子花係細仔，由甘比撫養，佢年紀最細，曝光率最高，性格外向，適應能力強。劉鑾雄對呢個細仔明顯更加寵愛，多次喺公開場合讚佢聰明可愛。劉子花未來大概率會接手劉鑾雄嘅商業帝國，呢一點外界幾乎冇爭議。3個仔，3種命運。劉鳴煒靠自己，劉子峰靠成績，劉子花靠老豆。翻到劉子峰今次被公開正面上呢件事，表面上睇，呢個只係一個阿媽曬仔相嘅普通行為，但放喺劉鑾雄嘅家庭背景下，呢個動作有更深嘅含義。呂麗君喺劉鑾雄帶阿仔睇夫之後先曬相，時間點卡得好準。佢唔係被動回應，而係主動出擊。劉鑾雄先將阿仔推出嚟，呂麗君緊接着將阿仔嘅高清正面相放出嚟，等於話俾外界知，呢個細路係我養大嘅，佢嘅優秀係我嘅功勞。同時，呂麗君亦都喺用呢種方式同劉鑾雄保持一種微妙嘅聯繫。兩個人唔講嘢，唔見面，唔互動，但通過仔女，佢哋之間始終有一條線連住。劉鑾雄出錢，呂麗君出力，兩個人各司其職，將3個仔女分別撫養長大。呢種安排唔體面，但好實際。劉子峰攞住滿分成績送杭州返嚟，呂麗君去機場接佢，然後帶佢出席結業典禮，然後影合照發社交平台。成個流程好清楚，呢個係一個阿媽對阿仔最直接嘅肯定。至於劉鑾雄同甘比嗰邊點睇，呂麗君唔在乎，佢只在乎自己個仔有冇出息。而家答案已經有咗，有出息，全科滿分，學生會主席、總監長，16歲，身高超過1.8米，長得靚，氣質好。
呂麗君呢幾年嘅辛苦值啦。劉鑾雄嗰邊，大亞仔睇咗一場呼，等傳媒影到父子同康嘅畫面，然後就冇然後啦。佢唔會喺社交平台上發任何關於劉子峰嘅內容，亦都唔會接受訪問談論呢個仔。但佢願意帶亞仔出街，願意讓亞仔企喺自己隔籬，願意承擔每年40萬嘅學費就夠啦。對劉鑾雄嚟講，父愛嘅表達方式就係掏錢同出席。至於甘比，佢大概率唔會對劉子峰嘅事做出任何回應。佢有自己2個仔女要管，有自己嘅社交圈要維護，有自己嘅資產要打理。劉子峰考咗滿分都好，攞咗總監獎都好，同佢冇直接關係。佢同呂麗君之間嘅競爭早已結束，勝負亦都早已分明。劉鑾雄嘅家庭故事仲喺度繼續，3個仔各自長大，各自面對自己嘅人生。劉子峰今次被公開正面相，只係呢個漫長故事入面嘅一個小片段，但對呂麗君嚟講，呢個片段就係佢呢幾年全部嘅意義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